你知唔知三國嗰陣咧，諸葛亮北伐，其實最大嘅煩惱咧唔係敵軍，而係糧草啊！所謂蜀道難行，士兵一半嘅力氣咧用咗嚟搬糧，打仗咧自然冇咁精神啦。後嚟咧佢哋諗到咧用木牛流馬，唔使食草又唔使休息，專心咧可以幫佢哋運糧，咁先頂得住咧咁多年嘅北伐嘅啫。其實呢個道理咧放喺今日都一樣，好多時候阻住你嘅唔係目標太遠，而係運輸成本太高。你有行業嘅知識，又有經驗，又有案例，呢啲就係你嘅糧草。但係要將佢哋搬出去，變成影響力同埋客戶信任，就要拍片啦、出鏡啦、寫文、剪接，全部都係時間同埋精力，搞到最後咧就乾脆唔做啦。諸葛亮嘅做法就好醒，知道路難行咧，就唔好逼自己拉多幾車，而係發明新工具。今日都一樣，如果你唔想放棄內容輸出，但又唔想俾繁瑣嘅製作拖死自己，你可能咧都需要一個木牛流馬。例如而家有人用 AI 數字人，佢唔會攰，又唔怕 NG， 你只需要俾一次語氣嘅樣本，佢就可以幫你咧不停咁出鏡，將你嘅糧草咧穩定咁送到客戶面前。呢個唔係取代你，而係減輕你嘅負擔。真正限制你嘅往往唔係能力，而係工具。睇完呢個故事，如果你肯諗下用新工具去解放自己，留言準備好，睇下我哋可以點樣幫你啦。菠蘿俾個 like，白頭佬幫你輕鬆做生意。